各位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8月初1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51篇第1节到12节，出埃及記32章第19節到26節，哥林多前書11章17節到22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選擇。出埃及記10個災難其實是咧講到選擇。以色列人選擇相信摩西以及摩西所介紹的上帝，所以以色列人因得到上帝的保守。埃及人因選擇聽埃及的法老王以及因所相信的偶像。出埃及記第9章，上帝予埃及人選擇的機會。一旦選擇跟對上帝到迄個安全的所在，就會通得到保守。但是真可惜，佇以色列人跟對摩西、跟對上帝出埃及，去到佇西奈山山腳的時陣，因卻因為擋袂牢，無法度等待摩西甲上帝講話了後倒轉來，因就來要求亞倫為着因來做一隻金牛，因佇迄個所在選擇倒轉去敬拜佇埃及的偶像，這種的偶像崇拜是因的選擇。佇出埃及記32章19節到26節，安尼講：摩西挖群野地，看到金牛啊，佮看到人在跳舞，就非常生氣，甲手呢迄兩塊石棒ฮ็落佇山骹，石棒碎去，伊佮將因住的牛仔上用火燒，凝做粉，也佇水面叫以色列人啉。摩西甲亞倫講：這個人民是甲你安怎？你竟然互因犯這大的罪！亞倫講：我的主，請你莫遐尼生氣。你知這個人民決心做歹，因對我講：你著甲阮做一個神明，通互阮甲阮帶路，因為迄個帶阮出埃及的摩西，毋知拄着甚物代志。我甲因講，所有的金仔攏拔落來互我，我甲金仔迄落佇火呢，這隻牛就出現了。摩西看到人民放縱亞倫，閣出在因，直到因受對着天笑，就徛佇營地門口講：要換上主這邊的，就來我這。利未人就攏聚集來伊遐。摩西予以色列人閣一個選擇的機會，因為若對金牛偶像就要沉淪失敗，親像第10個災難同款。跟對上帝的人才會通得到保守。基督徒的一生嘛是攏佇咧選擇。選擇跟對世界，或者是跟對耶穌基督。選擇堅持家己的意見，佇教會內底分黨結派，也是合一同心。
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提醒就是安尼，真正清楚佮事实。因为哥林多教会基督徒因欠缺疼心，因无愿意彼此认同、彼此相听，选择彼此分裂。保罗一再会劝勉哥林多教会基督徒应该着爱同心合一，彼此照顾，因为因若只有选择顾家己，结果逐个都拢欠缺。哥林多前书11章17节到20节，我伫遮要讲的话，毋是甲恁学了，是因为恁自会损害比例的较济。第一，我有听见讲恁伫教会聚会的时结党分派。我相信有一部分是事实，恁中间难免有分裂，安尼才会当看出来，什么人会通过考验。恁自集的时，毋是伫食主的晚餐，因为恁逐个人赶紧食家己带来的物件，结果有会枵，有会酒醉。恁兼无厝通食通啉，恁是伫表示上帝的教会，也伫互无物通食的人见笑是无？我要对恁讲什么？我欠着甲恁学了，袂。伫即项事，我袂甲恁学了。基督徒应当选择过一个大家拢愿意彼此牺牲照顾，然后大家拢会通有丰盛有春的生命。诗篇51篇第1节到12节，上帝啊，你的疼袂改变，求你怜悯我。你有丰盛的慈爱，求你擦消我的罪过，求你洗除我一切的罪，洗清我的罪恶。我知家己的过失，我的罪恶不时伫我的目睭前。我有得罪你，我得罪的是你，我有做你看做邪恶的代志。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，受你责罚是应该。我伫母胎就有罪，这时迄日就是罪人。你以爱的是内心诚实，求你教示我，互我心内有真正的智慧。求你洗除我的罪，互我清气。求你甲我洗清气，互我比洗较白。求你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，互你拍碎的骨头，搁再欢喜快乐。求你面越走，无看我的罪。求你擦消我一切的罪恶。上帝啊，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。求你赏赐我新佮忠诚的心灵，毋通赶我离开你的面前，毋通对我收回你圣的心。求你互我重新享受你救恩的欢喜，互我的心灵愿意顺服你。恳求上帝帮助阮，着爱谦卑家己。互阮看见别人比阮家己较重要，互阮学习彼此相听、彼此扶持的生活，因为阮有正确的选择，就会当靠主得胜，靠彼此的听来蒙恩。感谢基督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